大家好，我今日想介紹一個抵食嘅下午茶餐。呢間餐廳係位於深水埗福華街191至199號地鋪嚟嘅。咁佢個名叫做華姐小廚。如果你哋地鐵站出呢，咁就應該係深水埗站 D3出口行3至4分鐘左右啦。咁華姐小廚呢，佢出名就係抵食大碟夠足料夠鑊氣嘅。咁我就食咗個欖角肉鬆炒飯啦，你睇下隻碟幾大。佢除咗大之外呢，佢仲好足料，好夠鑊氣。你睇下佢堆到啲飯係堆到成座山咁高㗎。咁成位都係38蚊啫，連埋杯嘢飲。咁如果細食嘅你呢，其實一定係會食唔晒㗎。咁佢呢個價錢38蚊，直冚兩餸飯價錢，一餐當兩餐食，性價比係十分之高㗎。咁我將有關嘅資訊擺喺下面嘅資訊欄度，大家可以不妨 click 嚟睇下。咁今日嘅介紹就係咁多啦，拜拜。